又係股票新手班嘅時候。咁喺上兩段嘅 video 咧都提到一啲成功嘅例子，例如喺一招變投資高手嗰度就講解咗第一拖拉股份38號點樣成功喺3個3呢個阻力位沽出，又喺暴跌股4大特點講天任集團1429喺衝穿阻力位嘅時候追入。喺呢兩段影片都不約而同咁提到阻力，咁有啲朋友仔呢就唔太明白究竟乜嘢係阻力位，乜嘢係支持位，所以今次要講就係個人定阻力位、支持位嘅方法，點樣去利用阻力位、支持位制定交易策略。咁我哋好快用騰訊控股做一個簡單嘅阻力位、支持位嘅介紹。我哋首先只需要一個好乾淨嘅陰陽燭圖，唔需要平均移動天線，只需要半年嘅日線圖。咁喺冇任何技術指標輔助之下呢，我哋已經好容易就睇到阻力位、支持位喺邊㗎。因為阻力位呢，就係股價多次上升，升到某個價位都會回落嘅水平，嗰個阻住股價上升嘅價位就係阻力位。相反嚟講，支持位就係股價多次跌落去都跌唔落，好似遇到無形嘅界線，每一次股價跌落去都會喺嗰個位置反彈。咁呢條無形嘅線呢，就係支持位。咁最近半年騰訊嘅股價表現，我哋可以好清晰咁樣睇到500蚊就係一個非常之明顯嘅支持，而最近嚟講600蚊就係一個好明顯嘅阻力。咁其實喺未升穿560蚊嘅時候，560蚊亦都係一個好大嘅阻力，但係當升穿咗阻力就會變成支持。咁時間翻去2020年嘅上半年，咁依家呢幅陰陽燭圖有4條線，咁喺4條線當中呢，有1條係支持，一條係阻力，大家分唔分到邊條係支持，邊條係阻力線呢？咁我答案呢，支持就喺400蚊左右啦。好明顯咁見到4月份有幾次跌落400蚊都有迅速反彈，喺5月份又有一次接近400蚊都有個反彈。咁而阻力位呢，亦都係幾明顯下嘅，未升穿叫阻力啦。咁所以依家暫時未升穿嗰條呢，就係440蚊。5月份曾經都有3次升上440蚊，都係見頂回落嘅。6月頭呢，又再次逼近440蚊，亦都係見到略為有阻力嘅。咁至於點解433蚊唔係呢？我哋叫得做阻力線或者支持線呢，係會有條無形嘅阻力或者支持，令到個價位好難喺嗰個位置穿穿插插。所以433蚊呢，作為一條阻力或者支持都係唔適合嘅。咁388蚊亦都係啦。其實見唔到股價喺呢個位置上面遇到啲咩阻力或者支持，相反當價位一旦升穿或者跌穿呢，都好容易會再升多轉或者再跌落去嘅。所以呢個作為支持或者阻力亦都唔太合適。咁當大家識得分乜嘢係支持，乜嘢係阻力嘅時候，咁個人就建議有3樣事情喺訂立支持阻力嘅時候一定要注意嘅。第一樣，我哋要用翻第一拖拉股份38號做個例子。我哋可以見到啊，最近股價圖上3個3係一個明顯嘅阻力，亦都係當時我叫網友去沽出嘅位置。但係我哋放大今年8月份嘅時間咧，我哋會發現3個3係阻力之餘，同時間3個4亦都係阻力。我哋可以見到呢1支、2支、3支嘅陰陽燭，佢嘅上影線都係掂到3個4嘅位置。上影線即係代表股價曾經升到嘅價位，但係喺收市嗰陣時咧就冇力回落翻落去，所以造成咗呢支咁嘅上影線。咁喺呢個位置，我哋究竟用3個3去定立阻力啊，定係用上影線嘅最高位3個4去做阻力線呢？咁其實呢，3個3或者3個4嘅阻力線喺理論上面都係成立嘅，而我哋使用嘅時候就會睇我哋本身嘅取態。如果我哋係保守一啲嘅，我哋就可以定立3個3去做一個阻力；如果我哋進取啲嘅，就可以用3個4去做一個阻力。咁從第一樣我哋要注意嘅事情呢，我哋就會發現阻力同埋支持，無論係阻力線或者支持位，都係唔止一條嘅。阻力係可以有好多條線，支持同樣亦都可以有好多條支持，並冇話邊條阻力線一定會回落，邊個支持位一定會反彈，只係機率
同埋時間嘅問題。低一啲嘅阻力位自然大啲機會升到上去，高一啲嘅阻力位自然難啲升到上去。同樣地，低一啲嘅支持位自然難啲跌到落去，高一啲嘅支持位自然比較大機會跌到去嗰個位。而第三點亦都係第二樣要注意嘅事情，一個延伸，亦都係一個比較高層次嘅交易思維。其實我哋應該避免將阻力或者支持想像成為一條線，而應該只係一個模糊嘅區間，一個可能性。譬如3個3呢個阻力，咁個區間呢，大概就會喺3個2毫7去到3個3毫3，會有正負0.03嘅走盞位，而股價喺呢個模糊嘅區間所形成嘅阻力，應該係一個中型分佈 （normal distribution）。越接近3個3，遇到嘅阻力就越大；越係升超過3個3，就越可能跨越呢個阻力。同樣地，支持位亦都係一樣。咁其實呢3樣要注意嘅事情呢，我哋就可以深入少少探討當時叫呢位網友喺3個3嘅位置沽出第一拖拉股份背後嘅思想。點解係定3個3而唔係定3個4呢？因為嗰位朋友仔問嘅問題係想要食糊，已經係想沽出呢隻股份，對呢隻股份嘅信心比較弱，咁自然就要採取一個比較保守嘅阻力線。而喺1429嘅例子，點解要衝穿阻力位先去購買呢？因為喺未衝穿之前，升穿阻力嘅機率其實係比較少嘅，到真正升穿咗阻力，阻力就會變成支持。雖然我哋買入嘅成本已經高咗，但係同一時間我哋勝算亦都大咗。所以運用升穿阻力位嘅時候，我哋要考慮嘅唔係購買成本，而係究竟我哋有幾大勝率。咁講完理論啦，我哋就嚟試下探討一個實際操作。咁我喺要訂立交易策略嘅時候，係11月4號當日嘅海吉亞6078係大陽燭升到去55蚊，阻力線支持位話係啲咩位呢？嗱，其實阻力同埋支持係冇一條標準嘅答案。一般嚟講可以咁樣話，咁大家可以見到咧，其實海吉亞咧上面咧已經有2條好明顯嘅阻力線，咁所以呢一日即使6078升勢比較凌厲，我都唔會嘗試去追入，因為升穿阻力嘅機率並唔高嘅。破頂係一個低機率嘅事情，我會寧願等破咗頂先去購買。但係我又想買到呢隻股份喎，於是我就訂立咗喺支持位度購買。當時嘅支持位喺46個4，支持位其實係一個模糊區間，並唔係實際嘅一條線。由於6078當時嘅升勢已經係非常之凌厲，回落機會好少，所以我就打算用一條比較進取嘅支持區間上限49個2，訂立咗條扁單去購買。咁我哋繼續睇下呢隻股份之後走勢如何。咁好彩地，呢隻股份真係遇到阻力回落，並且喺5日之後11月11號跌到去49個2，我哋買入嘅位置，順利買入咗呢隻股份。咁喺呢一日買入嘅時候呢，我哋同時都制定咗一個沽出嘅策略。雖然之前海吉亞升勢係非常之凌厲，但係同一時間佢遇到阻力位回落嘅跌勢亦都係好兇狠嘅，咁所以個人又訂立咗止賺嘅阻力線。啱啱提到啦，喺上面嘅阻力線有2條，一條係56個4，一條係58個8。咁由於阻力係一個模糊嘅區間，而我見到呢隻股份跌勢又咁兇狠，於是我訂立咗阻力位嘅下限，又係一個保守嘅食糊水平54個8。咁我哋又睇下之後嘅發展。好彩地，股價喺3日之後真係到達咗54個8，於是我哋又順利沽出海吉亞6078，完成咗一次3日之內快速食糊賺近10% 嘅交易。呢次嘅交易經驗馬後炮咁講解好似好簡單，但係當中咧其實蘊藏住好多新手常見嘅錯誤。首先，其中一個常見嘅錯誤就係喺11月4號、5號呢2日，海吉亞升勢非常之凌厲，有好多交易經驗比較少嘅朋友仔，往往沉唔住氣，唔會等待股份完全升穿阻力就會追入。相反，喺未升穿阻力，已經幻想佢會升穿阻力破頂。喺呢日睇個圖表，真係有破頂嘅氣勢嘅。呢個錯誤就係好常見嘅漠視阻力嘅錯誤。啱啱都提過啦，升穿阻力並且破頂係低機率嘅事情，未升穿就購買勝算好有限嘅。另外一個常見嘅錯誤就係將買入嘅支持位定喺太低。譬如今次嘅個案，
我相信有唔少嘅朋友仔都會將買入價定喺46蚊，但係我哋可以睇到咧，46蚊真係好難買入，亦都係個好低機率嘅事情。喺訂立支持嘅時候，我哋應該考慮下實際發生嘅機率，去訂立一個比較有可能買得入嘅價位，跌得到嘅支持。好似喺11月5號呢一日啦，見到海金亞咁凌厲嘅升勢咧，其實佢回落嘅機率係好低。回落機率咁低之下，仲要將個支持位定喺46蚊，就有啲不切實際。所以個人嗰陣時就會將支持定喺一個比較高嘅水平，49.2，咁就唔會到股份真係回落嘅時候買唔入，錯過值博嘅機會。咁講完呢次實戰嘅交易經驗啦，我哋不如試下做一啲練習，幫一啲優質嘅公司訂立買入嘅支持位啊，例如騰訊控股700，咁買入嘅位置呢，個人會定喺562蚊至到570蚊，咁呢個區間大家就視乎個人嘅風險，應該保守定係進取去設立買入嘅位置啦。另外9988阿里巴巴最近回落咗唔少，因為累積嘅跌勢其實幾犀利嘅，背後嘅風險比較大，可以訂立2條支持線，採取一個分注買入嘅策略，支持位可以定喺243同埋再低啲嘅224。9618京東集團咧，同樣地最近嘅波幅亦都係非常之大，訂立支持線嘅範圍亦都比較大，可以係321或者再低啲嘅302，採取分注買入亦都係唔錯嘅選擇。最後3690咧，284亦都係個唔錯嘅支持位。咁總結嚟講呢，定阻力或者支持位嘅方法，就要揾出喺股價圖一個股價多次跌落都跌唔落嘅價位，好似有條無形嘅支持力量，嗰個就係支持位。同樣地，股價多次上升都升唔穿，好似有一個無形嘅阻力阻擋股價上升，嗰個就係阻力位。另外，訂立支持或者阻力3個要注意嘅事情：第一，支持阻力係唔止一條線嘅，可以有好多條；第二，每一條支持或者阻力都有跌穿或者升穿嘅機會。用邊條線去訂立交易策略，就要睇下當時嘅態度係保守定係進取。第三，當大家多咗實戰經驗嘅時候，就可以提升下思考嘅層次，唔好將支持或者阻力定得咁實。每一條支持或者阻力都係一個模糊嘅機率區間，股價嘅走勢係冇必定嘅阻力或者支持嘅。另外，喺交易嘅常見錯誤，好多時候我哋都俾情緒影響，漠視咗股價圖上面嘅阻力或者支持，未升穿就追入，未跌穿就沽出。第二，新手好多時都會將支持位定得太低，或者將阻力定得太高，冇考慮過機率多少嘅問題。咁最後有一個小貼士分享俾大家嘅。喺呢段影片不斷強調高機率、低機率，咁其實我哋點知幾時係高機率發生，幾時係低機率發生呢？咁我哋有一個技巧就係先分咗嗰隻股票係強勢定係弱勢。對於強勢嘅股票，好似美團咁樣，股價近乎破頂嘅，就會大機會升到一啲高嘅阻力位，細啲機會跌落一啲低啲嘅支持位。至於弱勢股就相反。好似呢隻股份中國鐵塔788，就低機會升到高嘅阻力位，例如1個3毫9，大機會跌落低嘅支持區1個2。至於呢幾隻科技股嘅阻力線係幾多呢？不如就等大家去練習一下。有興趣嘅留言分享，中意我哋股票新手班系列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就係一個免費嘅入門班，咁就會教大家3樣嘢。咁如果大家想有興趣嘅話咧，畫面呢個 QR code description box 亦都有個連結嘅，可以撳翻。咁介紹翻自己，我自己係一個全職嘅投資者啦，亦都係一個有本財經書啦，係叫做圖表都是騙人的啦。然之後亦都創立咗我哋呢個平台啦，亦都係投資比賽冠軍。咁就經常去旅行啦，因為投資帶俾我哋好多自由啦。咁公開倉嘅成績贏230%，賺150萬啦。咁亦都教過超過400個學生，去幫助佢哋達到呢個財富上面嘅改善同埋一個穩定嘅回報。咁就亦都有好多學生啦。咁就上咗我哋課程之後咧，得到好大改善之後，都 send 翻啲圖話俾我哋聽賺，即係叫做賺翻學費不特止，亦都建構咗一個長遠嘅投資嘅方法。咁如果大家想學識呢一套嘅話，記得就 scan 翻畫面上面嘅 QR code，description box 亦都有連結嘅。